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电动自行车。目前台湾超过30万台，骑这个电动自行车，唔免驾照，唔免戴安全帽啊，是真利便，但是有危险性。2017年，骑电动自行车出车祸的有1508件，有3个人死亡。所以交通部要来修法，未来这个电动自行车爱领牌、爱保险、爱戴安全帽啊，嘛限制年龄，若是改装者，嘛会当罚。不能说他会骑，就租给他了。 2017年6月，郭中生骑电动脚踏车在同学和对方的轿车压着，风在闹震动，骑车这个脚骨嘛断去。2018年1月，中华有3个越南籍的女移工骑电动脚踏车，和周街车辆弄到，因为无戴安全帽啊，有2个人亡生。电动脚踏车免驾照。 有真侪老大人、学生甲外籍移工会骑。目前全台湾有超过30万台电动脚踏车。依照内政部经济署的统计，电动脚踏车肇事受伤的人数最近3年来有明显的升悬。敢若2017年就发生1508件车祸，造成3人死亡，2163人受伤。交通部表示讲，目前正在研究修法，规定电动脚踏车。 爱像乌多摆同款，领牌有保险、戴安全帽啊，嘛限制年龄。另外，民众会改车提关这个时速到40-50公里，未来嘛有相关的法证。所有人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未来是打算要处1200元的罚款啦。那改装厂这个部分会打算要处罚12000。 一台电动车差不多是2万块至4万块，民众将车砍断去了，有人会另外改，将引擎电池控制器换掉。业者讲，介绍悬上路嘛无安全。改装的话，可能花的钱可能可以再买一部车子。交通部要管电动脚踏车用意真好，不过有一寡业者认为讲，加减会去影响到民众买车意愿，那呢修法免达到平衡，可能还佫需要好好想一下。